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 Man 啊。最近想講下咧，的士業界啊，又話要發動呢個請願啦，喊住啊要打擊呢個非法白牌車喎。成件事咧又係呢啲舊戲碼重複咁去播啦。每次咧都話生意差啊，因為呢個網約車搶咗佢哋啲客喎。但係其實大家咧揀用手機叫車咧，已經唔係街邊截的士嘅事啦，根本咧係因為大家對的士嘅服務失望咗好耐啊，而唔係淨係中意科技更簡單咯。呢個智慧出行聯營商會嘅主席啊，周國強咧就同一班的士代表咧，繼之前去西九請願咗之後咧，今日咧又話要升級行動咯，話聽朝一早啊10點半咧就喺呢個政府總部外咧請願，仲預計咧大約有50位的士嘅車主參加遞呢個請願信啦。周國強仲話會要求政府咧即刻修例嚴打呢個白牌車啦，加強執法啦，保障呢個的士業界嘅權益喎。咁老實講啦，香港嘅的士牌照制度咧造就咗一班既得嘅利益者啊，坐咗喺度賺錢，但係又唔肯投資咧提升呢個服務喎。成日都係一啲舊車啦、拒載啦，收費又唔清楚。呢啲咧係大家對的士嘅一般嘅服務嘅標籤嚇。而網約車起碼咧都有電子支付啦，行程嘅追蹤，坐低又安心喎。反觀的士業界啦，成日都仲停留喺啲舊年代啦，又唔肯改變。結果啦，自然越嚟越多人咧走去用呢啲網約車啦。我都明白啊，業界想政府加強執法係冇問題嘅，但係成日話咧打下對手就能夠解決到問題，根本就唔實際嘅。仲有啦，成日搞埋啲示威啊、威脅罷駛啊，最終咧只會令到啲市民咧越嚟越反感啊！如果真係罷駛啦，拖延到令到啲老人家睇唔到醫生啦，旅客又滯留喺機場啦，打工仔翻工又遲到喎，市民咧只會越嚟越唔 like 佢哋嘅啫。計我話啦，其實的士業界最需要咧唔係政府去保護，而係要自己去改革啊！與其叫政府幫手啦，不如主動啲改善下自己嘅平台啊，推出多啲電子嘅服務啊，換啲新車啦，改善服務咧先至係正路嘅。做到呢啲嘢咧，我諗市民自然會翻嚟支持的士噶啦。而香港條路咧唔應該咧變成呢個零和嘅遊戲喎，而的士同網約車咧可以共存嘅。重點咧係鬥服務，唔係喺度鬥喊呢個口號咯。與其日日喺政府門口嗰度搞抗議，不如咧將你哋呢股力量咧用嚟推動呢個行業嘅進步啦。最終咧市民咧一定願意俾錢嘅，唔係因為呢啲法例條例嘅保護啊，而係因為你一開到個車門啊，就俾到人哋信心同埋舒服嘅感覺咯。好啦，我今日想分享嘅係去到呢度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